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8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0篇，何西阿书第11章12节到12章14节，歌罗西书第3章18节到第4章的第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关系。有人说破镜难重圆，但是呢，在主里面却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世人重新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罗马书第5章第10到第11节这样说道：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借着他儿子的死与叫我们得以跟他和好。既然跟他和好，我们岂不更借着基督的生命而得拯救吗？不但这样子，我们已经得以跟上帝和好，也不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上帝为乐吗？透过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使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们得以领受新生命，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如同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到第13节浪子的故事当中，那个小儿子，当他决定要回转认罪的时候，他就回到家里面，他的父亲是跑向前来去拥抱他，去亲吻他，并且让浪子得以恢复儿子的身份。这时这一位父亲眼中的儿子其实已经不再像以前的样子了。先知何西亚对以色列人和犹大的谴责非常清楚，他说并不是存心要咒诅他们的，而是一种提醒。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上帝差遣先知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回转。12节说，上主说，以色列人用谎言诡诈包围着我，犹大人仍然背叛我，背叛信实神圣的上帝。何西亚先知接续在12章又这样提到，以色列人所作所为都是捕风捉影，他们当中诡诈暴行不断增加，他们跟亚述订条约，又拿油进贡埃及。上主指控犹大人，他也要以色列人所做的报应是一样的，惩罚他们。他们的祖先雅各还在母胎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哥哥以扫争斗，长大后又跟上帝抗争。上主说，以色列人像迦南地的商人一样，不但是不诚实他们还用诡诈的两样的天平来欺诈客户。他们说，我们有钱，我们发了财，没有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我向先知说话，使他们看见许多的异象，又借着他们警告我的子民。可是基列仍然充满罪恶和偶像。
那些拜偶像的人都要死亡。他们在基甲向公牛向献祭的时候，他们的祭坛要变成荒野中的石堆。昨天我们在主日的信息里面提到的圣经何西亚书第11章第5节这样说：因为以色列人不肯归于我。因此这个无法跟上帝建立和好新的关系。虽然上帝差遣先知何西亚来提醒他、谴责他，但是他们仍然是选择远离上帝。这是以色列人无法得着新的生命的原因以及问题。先知说：以色列人啊，我要怎样抛弃你们？我怎么能弃绝你们？我怎能消灭亚玛的一切，毁灭你们吗？我能像对付洗衣扁一样的这个态度？他说：我不忍受这样做，因为我说，我多么爱你们。上帝要人们回心转意，然后领取救恩，跟浪子一起哀怨他的上帝，建立新的关系，因为上帝的爱。何西亚先知说：所以雅各的后代呀，你们要转向上帝，要施行不变的爱，伸张正义，始终等你们的上帝。哥罗西书第3章第5到第11节，保罗给哥罗西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提到了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保罗说：我不可彼此欺骗，因为你们已经是脱掉旧我的习惯，换上了新我。这期间，只有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当中，能够完全不认识他。这样说来，不再有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区分，也不再将受到割礼、不受割礼、野蛮的、未开发的、奴隶和自由等等这些分别。既然就是一切，基督就是一切，基督就是贯彻一切。领受救恩，等到新的生命，就是跟上帝要有重新建立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再次成为他的身份。不但如此，人在跟人之间也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因为疼惜，因为爱，所以保罗就说：无论做什么，你们都要专心一意，像是为了主上帝所做。其实不要是为人工作，要知道上主把他自己子民保存到亚遍。你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当基督徒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的时候，无论是对上帝、对人，得救的人都不会偏颇，因为主上帝我们的救恩充满我们当中，有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并且与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
欢喜。诗篇60篇，上帝啊，你抛弃我们，击败了我们，你曾向我们发怒，现在求你复兴我们，求你使地震动裂开，现在求你补救，因为它破碎了。你使你的子民遭遇许多患难，你使我们跌倒，好像喝了烈酒。你敬畏你的人树立旗帜，让他们免受毁灭。求你扶引我们，用你的大能援救我们，使你所爱的子民获救。上帝从他的圣所发言，我要战胜，要分裂世界，我要把苏格谷分给我的子民吗？基列属于我，玛拿西也属于我，以法莲是我的头盔，犹大是我的权杖。我要用摩押做洗脚盆，向以东抛鞋。我要向非利士人唱凯歌。谁能带我进入这巩固的城？谁能领我到以东？上帝啊，你真的抛弃了我们吗？你不和我们的军队一起征战吗？求你帮助我们对抗敌人，人的帮助毫无用处。上帝在我们这边，我们必胜，他一定会打败我们的仇敌。感谢上帝，感谢差遣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舍命，赐给我们新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被改变，去掉旧的人，穿上新的人，见证主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